慢慢背。软脚虾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软脚虾，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软脚虾，用来形容人胆小无用。用力，跳甲迄颗软脚虾袂做代志，有啥物道因？叫来那个软脚虾不会做事有什么用？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